生意增長，由你重塑你的 AI 網站開始。你的網站已經不能幫你吸引到更多客戶了嗎？客戶需要自己在網站尋找產品，缺乏互動，無法提供已配對好的產品給客戶。配對好的產品無法轉介到 WhatsApp 溝通。你好啊，我係 Nuclearsoft AI 智能助手，你要咩嘢？可以即時詢問我噃。我哋客戶已經開始培訓網站 AI 助手啦，我現在介紹幾個案例，希望你哋可以用到。第一個客戶係做營養餐嘅 AI 智能助手，已經集合客服及銷售於一身。預設問題會彈出，點其中一項，請為我生成一份減肥飲食方案。AI 助手會詢問客戶嘅年齡、性別、重量、身高，根據客戶嘅答案自動配對產品給客戶，而且更可以同時跟進多個客戶。第二個客戶係僱傭服務公司 AI 智能助手，支持多國語言。工人姐姐如果用母語詢問 AI 智能助手會用母語回答，並且客戶仲定製咗自己嘅 AI 助手形象。最後介紹轉介 WhatsApp 溝通功能 AI 智能助手在配對結果產品旁邊可以增加 WhatsApp 溝通圖標，方便客戶直接跟你哋聯絡。只需每月68，你就可以訓練一個屬於你們公司自己嘅 AI 智能助手。快啲嚟搵我哋！